常年期15周一雙數年，依撒意亞先知書1章10到17節，馬竇10章34節到11章1節。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。2026年7月13日，耶穌基督在我們的社會裏，我們很熟悉賄賂兩個字。賄賂跟禮物是不一樣的。賄賂是收買人，特別是有權勢的人的良心，給人一點利益，借此要求人抿住良心還報自己利益。禮物是愛的表示，希望別人得好處，但不期望別人的回報。依撒意亞先知時代的猶太人把天主看成一個有權能，也能夠受賄賂的，他們用毫無誠意的燔祭和犧牲來收買天主。創造了千萬個牛犢的天主，難道還需要他們的燔祭嗎？他們如此糊塗，是因為他們讓自己被外邦人拜神的做法所影響。依撒意亞先知嚴厲地譴責這些猶太人，就好像主耶穌今天在福音裏也說了很嚴肅的話。耶穌自己是和平之神，但是也不是時常帶來和平，而會帶來分裂，甚至在一個家庭裏帶來分裂。這分裂不是來自耶穌，而是來自我們人對耶穌的接受或者拒絕。耶穌今天嚴肅的話的中心意思就是，我們絕不能讓任何人影響自己而偏離了我們的信仰，離開了我們的天主。這真善美之源，我們可以想一想的。我們的信仰是否真誠？我們在生活中有沒有做了糊塗事，讓任何人、事、物使我偏離了真信仰，離開了天主？離開真善美的天主是絕對不值得的。